讲到这中选会向最高检察署告发41件涉嫌伪造含王姓者联署的罢免案，这北检17去敲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和相关干部徛家，而且甲因的主委呢黄如金如等人带走，声压下暗要开一个羁押庭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号召民众去遐抗议，也因为昨暗有发生冲突，警方是唔敢大意。另外，这高雄检调也开始有动作啊，10月早起传出讲去敲罢免民进党立委柯志杰，也个黄一个高雄双百节联署总站，甲这领衔人朱瑞等人带回去问话。所有民众继续联署，我们的联署工作照常进行。调查人员把电脑主机直接搬走，罢免民进党立委黄捷、柯志杰的团体高雄双百节联署总站和领衔人的徛家18封敲催，因为涉嫌不实联署，甚至有穿便衫的检调，去凤山工业市场联署站，甲工作人员带回去调查。如果他们有搜索票，他们有拘票 ，OK， 请拿出来，让我们认为现在的绿色恐怖，你们是合情合理的。即便你觉得他跟朱磊有关系，要一起回家清查，你没有拘票就不能带人。朱磊明目张胆的表示抄党员名单有错吗？这种伪造文书的行为被检调搜查是意料之中。我尊重公民罢免的权利，但呼吁国民党不要再抄了。民进党立委柯志杰、黄捷拢讲尊重司法，莫讲冤枉嘛，袂当准拄线。但是毋高雄，同时间家人的检调嘛，针对罢免哪位林派雄的联署，有116件提议书涉嫌伪造证书，嘛开始第一步初步厘清。林派雄以声明呼吁司法公正中立，对哪类的标准拢爱同款。日前有接获到中央选举委员会告发，针对涉嫌伪造的提议人名册有进行查证。来厘清是否有相关人士涉有刑事犯罪。北检17是敲找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和区党部等所在，而且甲主委黄丽欣如等4个人带回去侦讯了后声压，引发南洋的不满。10月开羁押庭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找军众，搁一摆伫北检抗议，互警方唔敢大意。我们今天也有规划相关的勤务，会视现场的状况来做一个部署。警力的部分目前还在估算中啊，因为我们会视昨天的状况来评估今天是否他们还会动员相关的人数。中选会指出，讲目前有违法嫌疑的告发案件加起来是41件，都有提供事证给检方，伊嘛强调相信检方会依法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